Phil Collins， 一位出色音樂家背後隱藏嘅悲劇，令佢喺舞台上失去生命力嘅傷患。大家好，我係 Carlos Alvarez Peña 醫生，一位神經外科醫生。喺呢個頻道呢，我哋會用神經外科同埋醫學嘅角度去分析偉大人物背後人性嘅脆弱。今日我哋會用同理心同埋尊重，淨係用公開資料同經過驗證嘅來源去探討 Phil Collins 呢位過去半世紀最有影響力音樂人之一嘅臨床個案。我哋唔會講咁龐大嘅唱片作品，而係會講呢個人同佢嘅疾病。Phil Collins 3歲嗰陣就收到父母送佢嘅第一套鼓，之後到咗17歲，父母又幫佢買咗第二套，係鄰居手上買翻嚟嘅二手鼓。人之常情，幾十年之後，正如 BBC News 喺2016年報導，喺 Collins 喺1970年以正式鼓手身份加入 Genesis。嗰陣佢只係19歲，咁早就開始專業演出，代表住咗幾十年嚟都經歷住頸椎微創傷，長期保持過度屈曲同埋過度伸展嘅姿勢，手臂傳到脊椎嘅持續震動，加埋啲獨特嘅打鼓方式都影響咗佢身體結構。佢哋高擺咗佢，成為咗個視覺標誌，但同時又逼佢要做極端嘅頸部動作，日子有功，終於出現後遺症。Phil Collins 自己設計咗喺鼓組每一部分嘅擺位同埋點樣去打。佢唔識嘅樂譜，但好明顯呢樣嘢對佢嚟講完全唔係問題。佢個仔 Nick Collins 回憶話：我老豆唔係用手打鼓嘅，佢係用成個身體去打。呢句說話簡直就係純正嘅生物力學。對於一個神經外科醫生嚟講，呢句說話即係重複頸部旋轉、逐向衝擊，長期咁帶過勞，超過40年咁過度伸展，所以有機會導致頸椎退化性疾病，甚至成條脊椎都有可能出事。呢個只係一個假設。因為好似 Jonathan Sugarfoot Moffett 或者其他大師級鼓手都係咁樣擺咗嚟嘅鼓組，所以我覺得 Phil Collins 身體變差，最主要原因都可能係因為佢跌親。喺2007年 Phil Collins 經歷咗一次嚴重嘅跌倒，傷咗你嘅頸椎同埋入邊嘅脊髓，導致脊髓受壓，影響到皮質脊髓束。呢啲通道係負責將大腦嘅運動指令傳送到全身，但同時亦都有上行通道，將感覺信息傳翻去大腦，特別係原始感覺。意思即係話俾我哋知我哋四肢同身體喺邊個位置，但係同時佢亦逐漸失去咗手部精細動作嘅能力，上肢動作變得笨拙。Phil 同解釋咧，跌倒之後咧，我對手就唔聽使，連鼓棍都冇唔穩，受傷嘅位置好可能喺肩椎骨以下嘅。因為佢明顯影響到呼吸功能。喺2009年至2017年間咧 ，Collins 做咗3次頸椎手術。2015年嗰次係最重要嘅，係一個必要嘅減壓手術，為咗阻止同減慢損傷。佢自己都講過，手術減輕嘅壓力，但我哋神經都冇再喐得翻。從神經外科角度嚟講，呢個就已經形成咗脊髓病，即係脊髓受損啊，神經續突不可逆轉嘅退化，即係神經永久性受損，精細動作嘅神經連接都永久斷咗。2017年第2次跌倒之後咧，就出現咗 foot drop， 即係腳下垂咧。喺個仔 Nick 嘅紀錄片入邊講，多年嚟嘅壞姿勢同埋頸部手術導致嘅 foot drop。臨床上嚟講咧，呢個代表椎體束損傷，即係控制四肢活動嘅神經通路受損，或者心肺神經受損，令到腳背屈曲功能受影響。由嗰陣開始 Phil 就要用拐杖，之後仲要有人長期扶住先行得嘅紀錄片 Phil Collins Drummer First 入邊咧，我哋見到偉大嘅 Phil 行路明顯受限制，四肢都冇力，我哋話佢係四肢嚟嘅，即係話呢位病人行動受好大限制，要用拐杖，仲要靠佢個仔 Nick 扶住先行道路，身形明顯瘦咗，肌肉流失。我會話係嚴重肌少症，但係佢個人依然好清醒，甚至仲幾開心添。唔難發現嘅右手有一個瘀傷，紫紫地，呢啲係典型用嚟抗血小板藥之後會出現嘅情況。仲戴住副眼鏡，一啲就知佢有嚴重嘅屈光不正同老花。好多分析都問啦，點解佢做完手術都冇再打鼓？雖然佢最後一次演唱會係3月嘅倫敦同 Genesis 一齊，但係佢都要坐住表演，而且唔止一次見到佢要靠個仔 Nick 幫手打鼓。醫學上對呢個問題嘅解釋就係，一般嚟講，脊髓係唔會再生嘅，細微運動神經通道係唔會復原嘅，感覺神經都一樣。手指靈活度係最容易失去，亦都係最後先會恢復。如果真係可以恢復嘅話咧 ，Phil 佢形容咧唔係痛而係斷咗線嘅。呢個正正就係我哋嘅慢性脊髓病變、慢性脊髓損傷見到嘅情況。
Collins 嘅公開訪問都承認過，我哋以前會食少少煙。佢話嗰陣時有冇時間喺試音同演唱會之間有段死時間。Collins 話：我最後一次食煙係76或者77年嚟洛杉磯開演唱會嗰陣，其實唔係上癮，只係70年代音樂圈入邊偶爾嘅習慣。我哋要記住，吸煙除咗同肺癌或者心肌梗塞有關，仲會同脊椎退化性疾病有關。吸煙會對脊椎造成直接可以量度同埋逐漸惡化嘅損害，特別係對椎間盤同骨頭。而且呢樣嘢嘅骨科、神經外科同埋椎間盤組織嘅病理生理學入邊都有好充分嘅記錄。另外，吸煙會加快椎間盤退化，增加椎間盤突出嘅風險，仲會減低脊椎手術之後嘅復原能力。椎間盤本身嘅直接血液供應呢，佢要靠氧氣同營養經過脊椎骨慢慢滲透過去。而且因為尼古丁會令到血管收縮，減少周邊組織嘅含氧量，限制營養滲透，仲會增加氧化壓力。吸煙就係加多一樣因素，令到 Phil Collins 脊椎同脊髓受傷變成一場完美風暴。再加上巡迴演出嘅生活方式、壓力、不規律嘅拒角、身心壓力，無疑都影響佢哋神經系統嘅復原能力。之後佢長期慢性痛同離婚嘅嗰幾年， Collins 經歷咗一段嚴重酗酒嘅時期。而家就出現咗你其中一個最辛酸嘅自白。 BBC 新聞2016年曾經引用過：一晚又一晚，我發現自己冇乜嘢想。佢話透過天窗望住瑞士灰色嘅天空，喺度後悔自己嘅人生。佢繼續講咧：我完全係一個人，除咗我嘅好朋友 Johnny Walker 同 Grey Goose。呢啲說話唔係講沉迷，係講痛苦。呢啲都係 Phil Collins 人生嘅一部分。Phil 有5個仔女 ：Simon、Jocelyn、Lily、Matthew 同 Nicholas， 即係我哋之前講緊嘅 Nick。咁Nick繼承咗佢打鼓嘅方式， Simon 就繼承咗喺音樂上嘅敏感度。Lily Collins 喺 Made in Paris 做主角，繼承咗喺情感上嘅堅強同埋藝術表達力。Phil 話：音樂係我哋生命，但我哋仔女就係我哋靈魂。對於一個咁有影響力嘅音樂人嚟講，呢個說話真係好有深度。Phil Collins 因為咁多脊椎受傷，已經彈唔到樂器，甚至冇人幫手都行唔到路，但佢依然繼續唱歌，繼續創作，繼續帶俾人靈感。見到佢坐住唱歌，而佢個仔 Nick 就打緊鼓，呢一幕絕對係現代搖滾最感動人心嘅時刻之一。佢話：可能我彈唔到樂器，但我仲可以感受得到。對於一個神經外科醫生嚟講，呢個就係人類大腦同意志力極強嘅一課。多謝你陪我一齊分析 Phil Collins 嘅人生傷患同埋佢哋堅韌。無論係鼓手、主音、爸爸，定只係一個有啲仗打贏咗，有啲又輸咗嘅男人，人生就係咁。我係神經外科醫生 Carlos Alvarez Peña。咁呢個頻道呢，我哋會探討科學點樣揭示人體同大腦嘅極限同適應能力。記住訂閱，繼續同我哋一齊行。佢之後嘅集數，我哋會一齊睇下其他對人類歷史，特別係現代文化史有重大影響嘅人物傳記，同佢哋帶俾我哋嘅啟示。下集再見。